王大哥，小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刚要去找你呢。你要干什么？小维，距离血月日时近了，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你真的不想杀掉王英的话，为娘可以替你帮她去除所有的记忆。等你变成人以后，你还可以跟她在一起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王大哥，好不容易才爱上我，如果他失去记忆，就意味着我失去了他对我的爱。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让他忘了我。如果他记得你，那意味着他也记得李靖。我不管，我不能让你抹去他的记忆，因为这记忆当中有着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抹去它。可是当你变成人以后，可以让他再爱上你。可我没有信心，我没信心让他再重新爱上我，因为我们这一路上爱得太苦太累，我实在没有信心再重新来过。小薇，你别傻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只是想变成人，找一个依靠。你是妖，他是人，你明不明白？糟了，为娘曾经答应过你，要为你创造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可以要挟他换心了。该怎么做，你自己选择。你别怕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不，你别过来，你是妖。我要把这一切告诉王大哥。王大哥，快救我！大哥，快来救我！哼，大哥，叫吧，大声叫吧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妖啊，就算你叫得再大声，也没有人会听到。而且，就算王大哥知道我是妖，他也不会爱上你。我不信。只要是人，就有眼睛，就会以貌取人。你觉得王大哥是会喜欢我这张美丽的面孔，还是喜欢你那张被妖咒覆盖了的脸？你胡说！大哥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说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你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帮我什么？帮你了解王大哥的心呢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谁吗？那你可以试试，倘若你变成我的样子，王大哥会怎样对你？而且我也跟你一样，一直都很想知道谁才是王大哥的心中所爱。所以这样，既是帮你，也是帮我。那你说，我要怎样才能变成你的样子？我是妖啊，能画皮。你看，我在这人皮之上画上这样的美丽容貌，这样的倾城之姿，能有哪个男人抵挡得了？不过，揭开这张皮下的景象，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想看。你要看吗？不要，不要！你怕什么？如果不能画皮，又怎么和你交换容貌？你是人，不能画皮。不过，我可以把我的皮给你，这样你就能变成我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不会就想测验王大哥到底心属于谁吧？哼，你很聪明。我要的当然不止这些，我要的是更珍贵的东西。什么？我要你的心。我的心？
来你就是万心妖。我才没那么低贱，去做那么恶心的事。那你要我的心做什么？你是我的同源一心人，我只有得到了你的心，才能够永久保持人形，才能和王大哥在一起。这样说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不懂。如果你要我的心，随时你都可以得到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？哼，刚说你聪明，就犯起傻了。如果我要的是一颗死心，那还不是信手拈来？何必这么大费周折？我要的是一颗活生生的心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、亲手奉上的心。那如果我没有心的话，我怎么活？你放心，就算你没有心，也能活。我是妖啊，自然有妖的办法。古有比干挖心能活，你没有心，也能活。我凭什么要把心给你？因为我可以帮你去除你脸上的妖印，可以帮你恢复无瑕容貌，完成你的心愿。你说，你能够帮我恢复容貌？如果要我帮你，你自然得有所付出。你与我一物换一物，这很公平。不，我不相信，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不相信。什么交心，什么画皮，你说，我究竟怎么样才能变成你？你不信是吧？那好，我们就来赌一次。你许我半颗心，我帮你换一次皮，你刚好可以趁机问问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。倘若他心里没你，我想你也不会苟活了。到时候把心给我，也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但倘若王大哥真的心里有你，我也不会再继续纠缠下去，我会自动放弃。反正我有你的半颗心也能活下去，到时候再另觅有缘人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逼你的。但要是王大哥知道我是妖，我不会杀了你，但会杀了他，因为我无法容忍他嫌弃我是个妖，就像你无法容忍他嫌弃你脸上的妖印一样。不，你不要伤害大哥，你不要伤害他。你让我好好的想想。那你可要仔细的想一想。不过，不要让我等太久了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王大哥，你明白小薇的一片用心吗？我这么做，只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爱你。等小姐恢复了容貌，定能和王校尉成为一对佳偶的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大哥会永远保护你。大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是，我喜欢你。大哥，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
喜欢小薇啊。你不是一直都很想知道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谁吗？那你可以试试，倘若你变成了我的样子，王大哥会怎么样对你？我可以帮你去除脸上的妖艳，可以帮你恢复无瑕容貌，完成你的心愿。如果要我帮你，你自然得有所付出。你与我一物换一物，这很公平。小薇，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？王大哥，可能是你最近军务繁忙，有些累了，就在这睡着了。小薇怕打扰到你，就没有叫醒你。我怎么记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只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就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但是又记不清楚梦中的内容。我只记得我站在这里等你，结果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小薇啊，你怎么没有叫醒我？我这样靠着你睡了一夜，你一定没有休息好吧？没关系的，能够与王大哥月下同眠，小薇觉得很高兴。小薇，你总是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了。可是人无完人，小薇也不是十全十美。王大哥，倘若有一天我犯了错误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军营处理军务，你好好休息一会儿。那我等你回来。你想通了？我答应你，用半颗心与你换一次皮。喝下去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别担心，不会疼的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我不换了，我不换了，不换，我不换了。别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是我，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世上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住你的诱惑。